入住世界建築奇蹟，漫步萬畝櫻花海，探索千年文化遺產，品味頂級江南美益。美麗華旅遊為你度身訂造華東車享6天之旅，從無錫開始，帶你直擊全球3大賞櫻勝地太豪園頭柱公園，3萬幾株櫻花一齊盛放，漫天粉雪，場面震撼。夜晚再去運河之眼清明橋，睇燈光倒影水波，感受江南夜色嘅浪漫。跟住國際都會上海，感受時空交錯嘅魅力。首先探索廣富林，喺水底博物館尋覓上海之根，再去打卡潮人必到嘅 LV 巨輪，沉浸於蘇州嘅古典美學，漫步世界文化遺產偶園，一步一景，盡顯江南園林嘅精妙。最後喺金雞湖邊欣賞蘇州嘅現代繁華一面，體驗不一樣嘅江南。再去七里山塘街，聽住蘇州小調，穿越千年水鄉。仲有天堂杭州，喺西湖十景之一嘅柳浪聞鶯，感受楊柳拂面嘅春日生機。再去小河直街飲一杯清茶，體驗杭州人嘅慢活哲學。全程住宿嘅重頭戲就係入住被譽為世界10大建築奇蹟嘅上海佘山世貿洲際酒店。你可以喺客房內180度無死角，飽覽深坑懸崖同瀑布景觀與燈光秀。我哋更為你安排酒店內嘅豪華海鮮自助餐，各款海鮮無限供應，落足重本，確保你擁有最尊貴難忘嘅體驗。一場完美旅程，點少得美食？我哋為你精心安排正宗上海本幫菜，用舌尖記住最地道嘅江南風味。美麗華旅遊洲際深坑春季賞花6日奢享之旅，集結4大名城精華、世界建築奇蹟同頂級美翼，立即行動，與我哋一同邂逅春日裏最難忘嘅華東之旅。